线上朋友，我讲问恁一个问题：亚瑟宝石鉴定所，原来是我们家自己开的、哦。来啊，地址位在于台中市西屯区东兴路3段380号了。是。两位资深鉴定师黎荣兴以及赖俊明2位所鉴定的，还有最重要的什么？雷射防伪标签呐、这个东西仿冒必究，乡朋友知道的打知道，来知道帮我刷知道，知道这种东西仿冒绝对必究的，知道的朋友帮我打知道。来知道刷知道。鉴定书这东西，如果鉴定师乱开，他们线上的朋友，你们如果买到一样拿去外面鉴定，如果不一样的话，我说真的啦，你们可不可以对我们提告？可以。你们可不可以对鉴定师、鉴定所提告？可以。安利有丢了吗？这种东西，乡朋友可以胡乱开的吗？可以打可以，不行打不行啊。不能。这款物件，你甲恁爸讲，阮家己学袂开的。来，请问一下，我们家淘宝货一直骗你哦，那你买过了吗？你这做可怜的，你知影无？你有买过阮家的物件无？伊遐有资料无？你无买过，你凭啥物讲阮淘宝货？你无买过，你凭啥物讲阮的鉴定书是家己开的？啊，我借问一下。啊，这款物件你讲，阮家己开的，哦，你真正足厉害的呢。你明仔载毋是要参加你爸爸妈妈的告别式，你哪还袂晓困？你明仔载足早起的，你知影无？嘿啊，你真正是足可怜的呢。这款物件，阮若是学袂开，我讲真正的啊。阮早有去，毋知影去掠去警察局，也是伫法院啊，也是伫人仔内咧关啊，你知影无？我们他妈早就不知道接了多少通电话了，这样子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子你懂吗？啊！而且再来啦，这种东西如果造假啦，我们有可能拿出来一卖再卖吗？不可能。无可能的代志嘛。是。啊，你真正是咧乱啥小啊？你先乱啥小？你无买过，你真是咧乱啥小？啊，会互共较正面的啦，真账号开出来啦。我的标题就是咧怕你凶人啊，你知影无？我的标题他妈就会打你这种人，这样子你知道吗？较正面的啦，你知影无？啊，话术来乡朋友，我这个叫话术吗？来讲迄有诶无诶啊？加双直播啊？我这叫话术的哦，啊无电话拍起来，我敲电话给你啊。来，安尼教无啦？我这叫话术。来，乡朋友，我有话术你们吗？有打有，没有打没有啊。这个是事实。我摕事实来跟恁讲啦，我讲真正的啦，我知道这些酸民啊，哦，有时候被其他直播台骗呐，啊，我也真的是替你们感到很可怜、很可悲啦，哦，啊，可是啊，我们就是为了要拯救这些直播台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只能把真相告诉你们，是什么就是什么，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，你知道无？哦，乡朋友也都知道说，哦，我没有话术嘛，这很明摆的嘛，你们线上都查得到嘛。亚瑟宝石鉴定所网络上查不查得到？查得到。请问一下，他公司的名字开立是谁？查不查得到？查得到。这拢查得到的物件啦，这都是查得到的东西啊。你说这家公司是我们自己开立的，你啥啊？我跟你讲一支的啦，安尼知影无？哦，自己 Google 看看亚瑟是不是可以按键开设
鉴定书，按件开设鉴定书，多件还可以打折。什么叫做自己亚瑟是不是可以按件开设鉴定书？啊，请问一下，乡朋友，我们一本证书收600块，外面一本收多少？800、1000，要不要？乡朋友，有没有人去外面开过鉴定书的？线上有没有朋友有去外面开过鉴定书的？有不？有啥有？没有啦，没有。外面一本鉴定书800至1000呐，我们一本鉴定书只收600块啦，因为600块鉴定所跟我们收的啦。我们没有折扣吗？我们没有折扣吗？请问一下，不然我们可以来啊。鉴定所外面收多少？他基本外面跟人家收多少？800、1000，我们就收800、1000就好了。阮赚这会好呀吗？我们赚这个鉴定书会很好野吗？会做好呀吗？无吧，我要赚我赚较大条就好啊。我要赚，我说真的啦，我赚大条一点就好了啦。如果他妈的我赚很多啦，我讲实在的啦。我唔知早就爽歪歪到倒位去啊，你知影无？我相信线上很多朋友哦，都有去外面开过鉴定书，外面一本800至1000呐，我们收600怎么了？那个无耻垃圾人，借问者，我借问者啊，阮安尼无折扣呀？我们没有折扣吗？你是无看过外口的鉴定书呀？你拍你咱唔拍较紧诶？你唔是总有讲的吗？我搁咧等你呢，我还在等你呢。你怎么打字打这么慢啊？你让我很无聊呢，很无趣呢。你互我这么无聊的呢？我摕 GIA 出来，你敢唔讲话？你讲话讲安尼一半的对无？你还乱的乱到一半，人走无去，无话讲来啊！他是说网络列印打折证书这样可能这样子啊？可是我们是网络列印的吗？我们是网络列印的吗？不是吧？卖钻石吗？有啊，对啊 ，GIA 的钻石啊，还是一般的天然真钻啊，温当屋啊，我们都有啊。人工钻来 ，GIA 迄摕来，对啊。人工钻我们也有啊 ，GRA 啊，对不？乡朋友，好不好笑？讲不过人家，一进来先讲什么？淘宝货一直骗，那请问我骗什么了？我骗啥所以，我后面的所有东西全部都淘宝货 ，GIA 淘宝货，还是天然真钻淘宝货，还是我所有的手表全部都淘宝货啊？做好球后面再来讲证书。好，我拿他讲什么，他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嘛，对不对？他跟我讲证书我也回答他证书啊。怎么？就想啊，就是我说实在的啦，台湾现在就是有这种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台湾才一直不会进步啦。你知道不？国外，妈的多少个
多少个国家以前是落后的，现在全部都要超越台湾了。可怜无有医，真是可怜没药医，你知道吗？来乡朋友，我讲问一下啊，我再问一次，如果你们今天口袋没有这么深，来，你们会买1万多块的人工钻来佩戴，哦，还是你们会想要用那个要买10几万的天然真钻？要买什么自己去淘宝看吧，什么杀金艺品，几十几百，假装送的很大，无啊，来啊！假装送的很大方，烂东西啊！来，随便拿个纱巾来给我来。几十块、几百块啊，几十块、几百块啊！曼萱姐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讲实在的啦，我也不想啊，哎呀，我嘛无想要安尼啊，我也不想要每天一开上来他妈的都很生气啊！我他妈的以前直播，我讲实在的啦，我每天开起来都是开开心心的啦，啊，就是他妈台湾这种人呐！我你干你个鸡巴，你乱打小啦！无你等我只卡你来，你个鸡巴！刷金啊啦，几十块，你有偌济总来？你有多少钟来啦？我装修啦，爱知影无？几十块还是几十啦？小朋友，我问一下，这个东西光亚克力保护框要不要400块？骗不到就恼羞，我有骗吗？我都会骗啊！我说真的啦，今天他妈的，你今天开假账号上来啦，你都已经输啊，你知影无？整天提供钱了哦，我讲工钱无？我讲亚克力框爱400无？你是打地赛啊！啊，我干你的鸡掰！等会卡起来啦！04823859卡起来。这里没办法接。来，等你。啊，咱唔卡，你就会拍起来啊！这是带着北七啦。我操水给老麻嘛！你老大天风，什么卡？是什么卡啦？我跟你讲有无？莫浪费时间上课。我跟你讲有无？那个，我跟你讲吼，较早困的，啊，你明仔吼较早起床的，哦，因为你明天你爸妈的告别式要去参加，哦，较早困的啦，莫安乱啦，早点睡觉，好不好？不然膝盖我说真的啦，等你啊，敢开真账号上来，或者敢报你真实的电话号码上来的时候，你再来跟他揪啦，你知影无？你知道吗？真正足无聊的，规工就为啊咧干你娘咧结白痴。你真足可怜的，你敢知？毋知是自细汉你是无老爸老母，还是跟老爸老母过身后啊，你教尊重2字就难的吗？尊重2个字很难吗？胖鹦鹉不要干人妻出来屁哦！哦，我没有干过人妻啦，我干过你妈而已啦，你还要叫我爸呢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叫我们老爸，你知影无？安尼你有了解无？恁老母叫我们干，敢毋知倒位去啊？知影无？恁老母叫我干甲骹拢开去啊！你拢毋知？
干你娘，毋正经笨色囡仔，你讲话若比我紧，我甲你讲，你来遮现场啦。你可能是叫头生，你知影无？你头生，你知影无？对无？你可能恁爸是谁，你拢毋知，你知影无？妈你规工结白痴，干你娘尊重你娘，当阮是塑胶做的呢，是毋是？无啦，你着共尊重，安尼足难的无？会不会很难？我毋是咧甲你讨冤家啦，我咧甲你讲，你尊重两字会足难的嘛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足可怜的，即款人家足可怜。啊！你看人个直播，共尊重一下，哪有要紧？啊，袂介意你着莫看就好啊！你规工念小拍医疗，对无？原来对啊，原来这几十箍、百几箍就有啊哟。你卖互我？我嘛讲真正的啊，卖互我嘛。对啊，你着付偌济，拢来用装修嘛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你着无本事，你着免为安尼讲小小片片嘛，对无？小钱毋愿趁，啊大钱袂互干。你实在是真可怜，你敢知？如果你若超过18岁以上，我讲认真诶啦，离开即个世界啊，离开即个世界。与你偌有够啊，你知影无？差不多啊啦，你嘛差不差不多啊多啊。我甲你讲，你若出门在外吼，左右来车要注意一下，你懂？你会叫弄，你知影无？袂使安尼共讲，就是爱叫伊注意小心者。迄嘛一个看目水鸡，毋知影钱仔哪甲崩去，哪过生去。安尼我甲你讲，我甲恁兜放炮啊，拍班车，拍班车你知无？电子烟火拍班车安尼拍有无？真诶啦，嘿啊！你有本事你着开你真正账号起来，你有啥物无爽快，你甲阮指教者嘛，我嘛无要紧啊。对啊。啊，问题你着恁老爸、恁老母生你、养你、请你，有生面互你，目睭鼻仔甲喙，结果你拢毋敢开你诶账号起来。我实在咱讲认真诶，若你讲你社会事捌到偌头，咱讲真诶啦，你无够格啦。我讲一个坦白话啦，各位线上好朋友，你认为我讲的有没有道理？你讲我讲的有道理无？是不是？来，你们这些骗老粉的钱，出门要小心哦。我跟你讲，阮出门拢真注意，左右来车我们都会看。哦，我们会扶老太太过马路啊。换做是你啦，我讲认真的。哦，那像你这种看目水鸡、看目睭钱啦，白目之人有没有？讲认真的啦，你自己要小心一点。你家己要注意一下。我讲真的啦，袂爱好笑啦。你相信我，哦，那我的话，咱讲真的咧比，咱讲真的啦，我咧报牌机可能袂准。但是我咧甲你纠缠，咱讲真诶，一点就准了。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系啊，妹啊，搁互伊讲一句啊，就甲送客就好啊。因为咱袂使共耽误伤久，你敢知妹啊？为什么你敢知？他明天要参加爸妈的告别式，要让他早点去睡觉了。睡觉，早点起床。5点爱加坐啦，你听有？5点要加计啊。以5点加计，4点就要先准备 stand by 了，这样子你知道吗？我互伊讲一句啊，就甲送客啊。规工留要念小拍医疗，真够可怜的。哦，感谢各位。